好，第5條。好啦，我哋將所有嘢搬晒同一邊先啦，佢係 quadratic equation 嚟嘅。k2 次減 2k 減3等於0。好啦，我哋先 factorize 咗呢度先咯喎 ，x2 次加 4k 減，咁我哋可以撳計數機啦，亦可以心算。心算就 k 減3啦，同埋 k 加1。好啦，跟住有咗呢個之後咧，我哋就諗點樣整個正四出嚟咯喎。好 ，x 交叉相乘咯喎 ，k 減3同埋 k 加1。咁最後我哋要正四，所以個負可以擺喺上邊先至得嘅。所以最後答案咧就係 x 減 k 減3啦，乘以 x 加 k 加1就會等於0。好啦，咁因為呢個等於0啦 ，x 咧就會等於翻 k 減3啦。呢邊呢個咧就係 x 會等於翻負嘅 k 減1。咁所以答案咧就係 A 啦。